古人學醫最初主要靠師徒傳授，唐代設立嘅太醫處被認為係最早嘅醫學院。現代中醫藥教育以院校為主，中國高等中醫藥院校已經超過40間。喺香港，多間大學開設中醫藥課程，政府亦推出政策培訓人才。中醫藥發展基金自2019年起，資助超過3500名中醫藥專業人員進修。專業培訓方面，醫務衛生局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合作，開展香港中醫藥人才培訓項目，提供專業進修機會。醫管局就推出進修中醫師培訓計劃，每年提供216個名額，同時安排中醫師到內地中醫醫院接受培訓。加上近年嘅大灣區中醫訪問學者計劃同進階中醫住院臨床培訓計劃等，培訓資源可以話係非常豐富。2025年，香港首間中醫醫院落成，將會提供更多臨床培訓機會。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培育優質專業人才，助力香港中醫藥發展邁向卓越。融入國家發展，鞏固國際優勢，團結香港，聯通世界。